早晨，歡迎收睇小象日報。我依家就喺東薈城啦，就準備搭呢一個嘅東涌快線，就係翻呢一個深圳。咁呢一架車咧就會由東涌東薈城呢邊咧，就會直接去到皇崗口岸。咁就呢個巴士我都已經搭咗好多年啦，因為以前我都會經常去深圳。同埋咧，佢係非常之快。如果我係搭地鐵再轉火車嘅話咧，都要成個零鐘，差唔多2個鐘我先去到深圳嘅目的地。咁但係呢一架車咧，最快試過係半個鐘我就可以去到皇崗口岸啦。咁就轉頭10點半咧就會出車。咁我再睇下睇幾點去到嗰邊先。一聲咧就已經到咗深圳嘅皇崗口岸啦。咁頭先咧我哋就話我係10點半出車啦，跟住咧我係11點03分咧就已經落車啦。全部過晒即係2個關口嘅話咧就係11點20分，所以係1個鐘都唔使咧就已經可以由東涌去到皇崗口岸，非常之快。咁咧我依家咧就約咗朋友啦，就去呢一個皇庭廣場。去食個 lunch 先，轉頭再見。啱啱好1個鐘就已經到咗呢個皇庭廣場。頭先個的士司機超 nice 啊，因為我拎住個行李篋今日，因為我今日咧係帶咗電腦啦，我諗住同朋友就係嚟呢邊食個飯，跟住晏晝 hea 下咁樣睇下會唔會去師傅嗰度飲茶，所以我就諗住帶埋部電腦咧去剪下片啊，我又唔想孭住部電腦咧，我就要拖篋啦。但係今朝早咧係落好大雨啦，咁我諗住弊啦，如果我拖住個篋嘅話咧就會好麻煩，都還好依家。都算係陰天咯，但係涼爽啲咯。落完雨之後，我入去睇下食咩先，因為其實依家都好早啊，仲係冇乜人咯。有啲鋪頭都好似係執咗笠定係未開門。咁我依家就等埋我個朋友先啦。等朋友實在太耐啦，所以我要嚟買杯嘢飲先。查理一世。我頭先咧就嗌咗呢一杯叫做英英，佢係有一啲青提活理嘅綠茶。不過我覺得都有少少甜，我已經叫佢少冰少甜㗎啦，但係我覺得都有少少甜。超級惡劣！我嘅朋友今日係遲大到，遲咗1個鐘，我就喺度11點半等到12點半，跟住咧依家我哋就要去食嘢啦。頭先咧就諗住食北京烤鴨啦，或者有一間咧係客家菜嘅。咁咧我哋最後決定就係食客家菜，因為我想食洋苦瓜同埋洋茄子。2位，你好，有新歡迎你。
釀苦瓜，我媽咪成日以前喺屋企整，有釀茄子。跟住就諗住嚟呢一間叫做醬味嗰度咧，去按腳。食飽其實唔應該按，但係時間緊迫時。兩個人按腳。這裡有人做耳竹嗎？做哪个？耳竹。耳竹？沒有。我們這有採耳，沒有聽說有耳竹。我拿着你咧係收腳嘅，跟住將我隻腳太乾淨，所以我係 skip 咗呢個環節，直接去按摩。按完腳啦，超舒服，因為琴日我直情隻腳真係痛到飛起，可能真係翻屋企太耐啦。跟住依家按完腳就諗住去師傅嗰度考察下，因為好耐冇見師傅啦，所以就要去揾佢老人家聚一聚先。跟住老師鋪頭附近出邊呢一欄就賣勁多花花草草，我自己好中意嚟下。師傅個鋪頭咧就係呢度啦，係啊，係啊，幾靚！老師，你是不是瘦了？對呀、啊，瘦了又肥了，好多回去幹活。哦，是嗎？對。瘦了超多。喂。喂。老師今日諗住好似要炒呢個番茄葉。跟住我哋要買茶，因為我之前喝的那一款叫雲靜，就已經被我喝光光了，所以我今天要買。可以了。哦，這個拍的挺好，拍視頻的是吧？對啊，我拍 vlog。那個小楊也買了一個跟你一樣的。現在在香港有泡中國茶嗎？有，在家泡。
師請我食枇杷，勁靚咯，應該勁甜。謝謝。Thank you。好像铁观音一样。很新鲜。嗯。很幽香应该说。有没有联想到一个比較美好的傳譯？名字啊？對。美好的名字。佢係有少少似清香型嘅鐵觀音曲，但係佢又係單叢嘅味道嘅一個 mix 版，但係係非常之清幽。要改名喎？有老師叫我幫佢改改什麼名字？我飲完茶啦，喺師傅嗰度，依家就去咗車公廟附近，諗住打邊爐。個朋友想食邊爐。但係其實我唔係好想食邊爐。咦，咪呢度咯！嗱，文和記啊，佢都見到你啦。Go go go！ 必吃榜啊，大眾點評。咁呢一度咧就係食呢個粥底邊爐咯。佢呢度都有好多特色小食。好味喎，我嗌咗呢個手打檸檬茶，少冰少甜就冇咁膩咯。晏晝我飲嗰個，我覺得有啲甜。我拍視頻，哇！你弄得好漂亮啊，這個粥。好，食飽飽啦。頭先呢嗰碗粥真係超級好食咯，佢煮得好綿咯，同埋又唔會非常之結，因為其實我自己就唔係好中意食嗰啲好結嘅粥。佢又唔知加咗啲咩調味咧，我就覺得係好香口咯。之後我每一啖粥咧，我都放1-2滴嘅醋入去咧，成個味道係非常非常之鮮甜。呢一間文和記咧，我係非常之極力推薦你哋過嚟試下，因為佢除咗啲嘢食，價錢又實惠啦，同埋佢全程嘅服務員咧都係會幫你去整
整熟嗰啲嘢食，就塞到嚟個碗嗰度，咁啊真係服務真係一流，冇得頂。多謝你哋收睇我今集嘅 vlog，希望你哋會中意啦。我哋下一次再見，拜拜。